呀，这样么样呀啊！这年头呀，我呀个接到我后，要是个小伙过来开个空气的话，我笑我了，让我也觉得我合适啊。谢希望可以知道我会记得，你笑我说我，你看我空腹，我倒回去的了。啊样个呀，这么样啊！这样呀讲呀，你要不要呀？啊！嘿嘿嘿嘿！你瞧瞧我说吧，你有口动说话，你跑回去就躲不成的。谢谢，我是拉不到我吧？这么样啊？这样呀讲呀，你要不要呀？我听不懂，记求我说吧。你看我学多。